有一个妈妈伫咧网络买一款真手气的地厝，花到拍开，塑胶味是有够重。这个妈妈惊一个，随向立委真情检举，立委嘛马上请漂检局来抽验。抽验了后发现讲，其中有2款的地珠塑化剂含量超过标准超出真济，上最超过397倍。鞋仔不管是爬还是困，拢伫即个涂骹珠顶悬。不过，即个涂骹珠敢真正有安全？就有民众伫网络顶买涂骹珠，拆开了后发现塑胶味伤高，认为安尼真无安全，甲立委林秀芬斗。立委随甲标检局讲，检验了后发现即个涂骹珠竟然阁有塑化剂。民众的检举，然后他的意思是说，他去买 LG 的塑胶毯，他觉得塑胶的那个味道非常的强烈，但是呢，他们的厂商却跟他们讲说这是无毒的。检验的结果，其中一款对人体有害化合物 BBP-DEHP 有32%，另外一款将近40%，超过塑化剂全部含量的限制397倍。而且商品的外口标示塑胶2个字，就会使代表所有的成分。立委是怀疑经济部哪会拢唔知？超标没人管，超标没人问。材质是塑胶与金属，用眼睛看就看得出来，何必你标示呢？开会，那他讨论一下，那到底要标哪些警语，才能让消费者他在购买的时候他比较清楚。这款涂骹珠目前市面上阁买会到，标示的警语就惊只是一款的形式。经济部恐惊爱阁有实际行动，卖互消费者继续吃亏。